家好啊！喺1月同埋2月呢2個月嘅當中，我哋都識咗有4位嘅朋友生蛇感染咗帶狀疱疹。有數據顯示，有1/3嘅人口喺美國同埋加拿大都會受帶狀疱疹嘅感染。原來當我哋細個出水痘之後，嗰啲細菌會匿埋喺我哋個脊骨神經嘅裏邊。當我哋免疫系統下降，佢就會走出嚟搞我哋，令到我哋生蛇。今集我哋會講一講帶狀疱疹嘅症狀。如果病咗嘅話，有啲乜嘢嘅助善同埋維他命可以令到自己快啲好返，又有一啲乜嘢預防生蛇嘅方法。最後仲會介紹一個湯水，可以平時飲用嚟到預防生蛇。如果生蛇，身體嘅某部分可以係頭面部、身軀或者手腳，覺得莫名嘅痛，然後先至出紅疹，皮膚嘅上高仲會長出一啲嘅水泡。如果發覺，應該盡早去睇醫生。西醫有一啲好有效嘅藥，阻止病菌嘅蔓延。最緊要就係掌握黃金72小時嚟到食抗病毒藥。生蛇係病毒感染咗神經線，所以唔係淨係皮膚嘅事，應該盡早求醫，避免生蛇嘅後遺症神經痛。有朋友痛咗幾個月都仲未好返。喺發病嘅2個至4個星期嘅裏邊，我哋要配搭一啲清熱、去濕、下火嘅食療。綠豆、赤小豆、薏米都有清熱、去濕、解毒嘅作用。3樣嘢擠落米一齊煮成粥，可以中和佢哋嘅寒涼性，不傷脾胃。發病嘅時候，朝頭早做早餐非常之好。其次，當然要多食蔬果。馬齒莧涼血解毒，能夠除皮膚嘅熱毒。性質寒涼，呢一種菜有好多嘅草酸，所以最好就係用水焯嚟食，嗰啲水唔好飲。仲有一個健脾去濕茶，雲苓白術健脾，白芍油乾，甘草解毒，扁豆衣去濕。我哋加埋蜜棗一齊煲水飲，亦都可以幫助我哋嘅病情早啲康復。2018年，台灣有一間醫院，佢哋為生蛇後遺症神經痛嘅病人抽血，發覺70%呢一類嘅病人嘅維他命 D 都非常之低。佢哋嘗試將維他命 D 補充之後，佢哋嘅病情都有好大嘅改善。生蛇係病毒感染咗神經線，維他命 B12可以保護我哋嘅神經組織，但係大家要留意，補充維他命 B12要同埋 B 雜一齊食，先至容易吸收。
第一個預防方法就係作息有序，唔好操勞，令到身體有充分嘅休息。喺嗰4位朋友嘅裏邊，有2位去完比較長嘅旅行，舟車勞頓，亦都有1位做完大掃除，體力透支，自己都唔知道。喺香港有個 YouTuber， 佢透露，佢有位朋友跑完馬拉松之後生蛇。第二樣嘢就係忌食辛辣嘅食物，一個濕熱嘅身體係好容易引發生蛇。嗰4位朋友嘅當中，有1位每日都會食1斤嘅辣椒油，令到佢嘅身體非常之濕熱。第3樣方法就係打疫苗。如果你50歲以上，而家西醫有一啲嘅蛇針，有成90幾個% 有效保護，大家可以諮詢你自己嘅家庭醫生。有位中醫師介紹咗我哋一個提升正氣嘅湯水，靈芝煲蟲草花，提高我哋嘅免疫能力，再加埋清潤嘅無花果、沙參、玉竹、南北杏嚟到煲湯。多謝大家收看，拜拜。